过来关心到凯美风台严重损断台铁的北回线，伫咧花莲的中德到和仁的路段，因为土石流是规个断站。即马经过台铁抢修，北回线是提早一日，伫咧今仔早起5点恢复单线双向通车。 天才多光，一帮5点，花莲区宜兰后城区间车伫北回线停驶9天了后，是台铁抢通了后第一帮列车。车顶虽然人真少，不过对在地人来讲煞真重要，尤其是来往花莲到和平之间的上班的人。已经10几天没回去了，因为台风的关系嘛，还有工作的因素啊，不得不进驻和平。 第二班列车是5点54分，花莲西树林的普悠马湖，为咗原本要坐南回是台湾一连上班的民众，拢来坐这台手帮对好快，预时间至少先6到7点钟，大家拢真感谢台铁工程人员的辛劳。就是刚好国外的朋友要回去，不然我们就怕没有通，然后又要开车上去。这上班列车因看到过总车站了后，四个拢是土石流滚架过情形，下清水桥桥墩被冲走，铁轨路下骹是空的。为安全，台铁要求驾驶经过时阵爱降速。和平崇德间该路段受初期慢行以及列车交汇的关系，平均会延误20至30分钟。台铁强调，小清水溪桥梁西正线有果爱到12月底才完成抢修，为避免列车慢分影响旅客行程安排。8月30开始，部分列车会调整时间表。8月30了后的对号列车会延后到8月16饭点开始开放订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